手机仔诈骗简讯800款，有民众收到电信公司的简讯，写讲只要开100块，就会当换大卖场的礼券。民众了准这诈骗简讯是真的，点入去信用卡就随风偷渡65000。10分钟内，伊卡有银行要求停止交易，不过银行落尾也是把钱拨予诈骗集团。金管会表示，未来会请金融机构协助民众做好风险管控。穿黑色的衫挂喙暗，李小姐伫镜头头前讲出伊信用卡被偷录的过程。伊伫去年11月初时返店过2点外，手机收到一封假做是电信公司的简讯，内容强调讲伊的回关点数只要阁消费100块，就会当换大卖场的礼券。因为之前有收过这类的简讯，所以点落的时阵无想到讲是诈骗，尾仔被偷录65000。伫10分钟内有随甲发卡的银行联络，要求停止付款而且报案。不过银行迄边敢若愿意来做是争议款，了后要是把钱拨予诈骗集团，所以找立委林岱华开协调会。客服也答应我，他说会在电脑的荧幕上最后那个备注栏写网络诈骗，不要付款的那个字，可是他们90天以后还是要收。3月13号我们开过这样的记者会，现在2周之后，我们接到这样的陈情函，凸显了在打诈当中，金融机构它确实是打诈环节安全网当中的一个大漏洞。林岱华表示，政府最近甲金融业者合作掠诈骗，不过为银行处理的方式，会当明显看到毋若无法度及时主动款项予诈骗集团。等到伫后续要求受害者付信用卡的费用，有无要以客户权益的嫌疑，所以呼吁业者听书毋通遐尔死，都要加强金融安全甲消费者的保护措施。只要输了 OTP， 依照国际卡 Visa、Master 组织的规定，那银行就有付钱的这个义务。民众要求止付的实务的做法上面是比较难去执行。金管会表示，为着避免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，在国内信用卡定型化契约，或者是信用卡组织内底拢有规定，要是会当申请争议款项，这个由发卡机构、发卡银行去甲对方收单的银行了解状况了后，才处理敢会当退钱。未来要是会请金融机构协助有信用卡的人做好风险的控管，嘛提醒民众用信用卡交易，除了 OTP 简讯认证以外，嘛要看清楚消费的金额，什么款的货币来减少诈骗案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